Hello， 新年快樂！龍馬精神，馬到功成，恭喜發財，利是到來。好啦，拜完年啦，我哋一齊開片。千年古剎本應清靜無為，潛修佛法菩提。萬里江湖奈何血雨腥風，獨尊少林武宗。前有禪師東渡面壁九載，駐易根洗水創禪宗。後有五祖南下，結義三合，誓反清復明立洪門。昔日達摩清修之聖殿，如今高僧斂藏之魔窟，佛門淨地已然滿身銅臭，武林泰斗如今尚能飯否？歡迎收睇《武俠史》第3篇，戲說少林上集，天下武功出少林。大家好，我係 Jackie。不經不覺咧，武俠史呢個系列已經嚟到第3篇啦。咁作為本系列嘅最終章，必須要選一個最有代表性嘅話題。咁當然就係武林正宗少林寺啦。而咁巧，少林寺有住持釋永信呢，早排係瀨嘢，咁啊順勢傾埋少林寺嗱喳嘢啦。好啦，直奔主題。既然要傾少林，自然就離唔開佛教。咁就同大家傾下佛偈先啦。傾佛偈之前咧，同大家科普下呢個傾偈嘅偈字，其實就係出自佛經嘅。最早可見《法句經》，梵文咧係生成咁嘅樣嘅，讀作伽檀。粵語個偈字就係伽嘅古漢語音譯，特指佛經嘅頌詞，通常4句為一偈。因為普通話咧就好少用呢個字嘅啦，但係廣東話就經常提到。一早同你講過啦，少林寺個個都識聽廣東話噶嘛，連傾偈吹水都可以引申為全經論道。粵語係真係百厭嘅咧。嗱，唔係針對佛教喎，類似嘅廣東話俚語喺基督教都有嘅。估到朋友可以打喺個評論區。耶穌都鬧唔住佢我話嘅。好啦，我哋翻嚟少林嘅話題。作為一個臭名遠，唔係聲名遠播嘅佛門古剎，少林寺嘅佛法水平如何呢？莫怪小弟妄言啦。今時今日，莫講話少林寺，喺我哋呢片大陸，甚至整個華人圈，幾乎都冇純粹嘅大乘佛教。嚴格嚟講，佛教嘅終極追求係脫離六道輪迴，實現涅槃，係對生命乃至整個宇宙嘅解釋，係一種形而上嘅哲學觀。直白啲講，佛教認為生命就係一場受苦嘅 game， 而且係永無止境嘅苦難。即使釘咗過去，下一世又要嚟過。點解重重複複、重重複複、重複又重複嘅？佛教追求嘅就係想盡辦法 quit 咗呢個重重複複、無限循環嘅 game， 結束呢場苦難。而我哋嘅佛教呢，清一色都係拜神祈福，咩身體健康、大富大貴，都唔同個系統嘅。你估佛祖會唔會保佑你啦？估計有人會話啦，我哋經過改良嘅新型佛教係儒釋道三教合一嘅，先進好多。有呢種諗法嘅朋友，且不論你對宗教嘅認知有幾深啊，但係呢種思想就好危險啦。因為所有嘅宗教都有一個基本原則，就係不允許被修改。歷史上已經有無數次因為宗教爭端而引發嘅戰爭。你改教條、立教義，就等於起個新嘅字頭。咁得啦，得㗎啦。宗教呢個話題咧，其實好多禁忌嘅，再深挖估計就會黃標嘅啦。以後有機會嘅，我會喺 YouTube 嘅會員頻道同大家詳細傾一傾。內地嘅平台估計冇機會上線㗎啦。感興趣嘅朋友，歡迎喺評論區或者後台留言俾我。既然要傾少林嘅起源，咁啊講個冷知識先啦。作為武林正宗嘅少林寺，竟然唔係漢人建立嘅噃，而係由鮮卑族創辦。話說公元471年，亦都係魏晉南北朝時期，年僅5歲嘅孝文帝繼承北魏帝位，而真正揸 fit 嘅係佢老母馮太后。呢位漢人太后前後攝政16年，進行大力嘅漢化改革。孝文帝亦都完美繼承咗母后嘅執政思想，延續全面漢化政策。
與此同時，為咗淡化鮮卑族同漢族嘅差異，強化呢個異族政權嘅合法性，孝文帝迫切需要一種思想工具嚟鞏固統治。而佛教作為一個外來宗教，提供咗一個超民族嘅精神體系，加上其宣導嘅因果報應、眾生平等嘅理念，打破咗華夷之辨嘅隔閡，以佛治國成為北魏最好嘅選擇。喺孝文帝嘅大力扶持同埋推廣之下，佛教得到迅速嘅發展。公元494年，北魏從山西大同遷都至河南洛陽，正式入主中原，亦都象徵住呢個鮮卑政權從草原文化徹底轉向中原文化。喺次年，即係公元嘅495年，孝文帝接見咗來自天竺嘅高僧沙門拔陀，並於同年喺嵩山北麓修建咗一座佛寺，以供養呢位高僧。呢座興建於少室之林嘅寺廟就係少林寺。孝文帝時代係中國佛教從北傳變成中化嘅重要時刻。少林寺嘅建立標誌住佛教從外來宗教變成國家文化嘅一部分。呢個時候嘅佛教已經從純粹嘅宗教信仰轉化為政治文化與民族融合嘅紐帶，對佛教喺中原嘅普及起到非常積極嘅作用。但有利必有弊，佛學係一門好深嘅學問，凡夫俗子難以參透。為咗令到百姓更易於理解，亦都為咗使佛教成為更有效嘅封建治理工具，孝文帝喺佛學嘅體系中加入咗大量嘅儒家思想，使其變得淺白易懂，亦都更有利於皇權統治。喺北魏政權嘅大力推廣之下，呢個變咗形嘅佛教喺中華大地得到廣泛而快速嘅傳播，亦都逐漸形成咗中國特色嘅實用化嘅佛教形態。但係點講都好，魏晉南北朝係佛教喺中國民間第一次大規模傳播。究其原因，主要係因為嗰個年代戰亂頻繁，社會動盪，百姓需要精神慰藉去化解肉體嘅痛苦，朝廷則需要思想工具去緩和社會矛盾，而宗教就係雙方最好嘅選擇。其實呢種手段到咗今時今日，我哋一直都用緊，我哋一直都受緊。只不過佢哋以前用嘅係宗教信仰，而我哋依家用嘅係聖馬嗰套信仰。宗教畢竟係用嚟解釋死後世界嘅，2000幾年以嚟，人類科學尚且無法證偽，因為冇人可以死咗之後翻嚟同你講，到底係見到佛祖啊，定係見到耶穌？而老馬嗰套嘢咧，荼毒咗呢個世界成個世紀，早啊被無數人驗證過，根本行唔通。阿老大哥都分咗家啦，仲成日打住喺隔離嗰個表弟，但係依家好似唔係好夠打咯。嗰埲睇得到嘅牆啊，都已經冧咗幾廿年啦。呢埲睇唔到嘅，唔知幾時先會開翻扇窗啫。嗱，傾到呢度呢，即係講緊少林寺創始之初，明面上係為咗弘揚佛法，實質上係統治階級幫平民洗腦嘅工具。但係佢同武術呢係一啲拉楞都冇嘅。咁少林武功嘅江湖傳說係從幾時開始嘅呢？熟悉武俠世界嘅朋友應該都估到噶啦，冇錯，就係呢位大師。時間嚟到公元527年，由一位天竺禪師東渡而來，佢經南海入境，喺廣州登岸，然後嚟到南朝嘅都城建康，即係今日嘅南京。當時南朝嘅國君梁武帝同樣係釋迦牟尼嘅忠實 fans， 狂熱到走火入魔咁滯。作為一國之君，佢甚至多次捨棄帝位，遁入空門。正所謂國不可一日無君，班大臣就日日上門嗌契弟咁。喂，翻嚟俾個皇帝你做啊！而呢位皇上竟然開出一個極為荒謬嘅條件，想我翻嚟做皇帝啊？擺低10億8億先啦！唔係講笑喎，佢真係開價10億錢贖金，而且全數入晒寺廟嘅功德箱，自己綁架自己，又攞家產嚟贖身。皇上，你係得嘅。我對皇上敬仰之心，有如滔滔江水。不過咁算唔算勒索政府呢？佢除咗捐身家，仲喺全國大規模修寺建廟，當市政工程咁搞。佢仲下詔以佛法代替刑法，吸納僧人參政，甚至要求官員必須學習佛經，仲要不定期喺朝中辯經。真係仲緊要過依家公務員考試。喺佢狂熱嘅信仰之下，整個南朝變成一座巨大嘅人間佛國。
老百姓甚至戲稱梁國不聞雞鳴，就但聞鐘聲。即係佛子仲多過雞竇。雞都有愛國嘅。當梁武帝得知有天竺高僧嚟到自己嘅地頭，迫不及待啊接見咗佢，於是就有咗以下呢段對話啦。朕自從登基以嚟，修佛寺、造佛像、抄寫經書、供養僧侶無數。請問大師，朕有何功德呢？無功無德。請問大師，呢個世界上有冇佛嘅呢？冇。嗱，呢度就體現咗中式佛教同原教旨佛教之間巨大嘅理念差異啦。中式佛教認為信佛就要供奉，奉獻得越多，佛祖就越會照住你，係一種等價交換，甚至係一種功利化交易。而佛教追求嘅係要你認識到呢個物質世界根本唔存在，甚至連你自己都唔存在，係一種生命嘅智慧。你喺俗世做得越多，你離信仰嘅目標就越遠，完全就係南轅北轍啦。南轅北轍呢句成語係比喻行動啱啱同目的相反，有背道而馳嘅意思。我為佛門做過咁多善事，竟然話我毫無功德，真係話不投機。慫客！經歷咗呢場並不愉快嘅佛學討論，呢位天竺高僧就離開咗南朝，繼續北上啦。嚟到僅僅落成30餘載嘅少林寺，開啟一段新嘅修行。係啦，呢位高僧嘅大名叫做菩提多羅，法號達摩。達摩祖師，一個響徹雲霄嘅武林神話。只要溯完中華武術，一定離唔開佢嘅傳說。佢一揮道光嘅絕技，令世人見識到何為之輕功水上漂。乜漂啊？輕功水上漂，慳山了。佢奠定咗中華武術嘅基礎，打造出冠絕天下嘅少林功夫。少林功夫醒，好好嘢。佢面壁九載，偏注易筋洗水，開啟咗外練筋骨、內練心法嘅武學體系。咁易筋經亦喺我手上。佢將佛法注入招式，禪武合一，升華咗武學嘅精神境界，啟發出一系列驚天動地嘅絕世神功。詠春少林拳加三花最頂神功，加降龍十八掌。亦都係始於達摩，中華武術出現咗歷史上第一個正式意義上嘅武林幫派——少林派。天下武功出少林啊！聽過未啊？喺佢嘅影響之下，習武之人開始產生哲學思辨，並以各自武學嘅理念為根基，開宗立派。一時之間，武林百家爭鳴。後世好多門派拳種嘅開創者都係出身少林，包括武當張三豐、詠春五梅師太、洪拳洪熙官、蔡李佛陳響。蔡李佛㗎，驚你馬佬。嗱，好啦，以上嘅內容咧都係來自民間故事同埋武俠小說嘅情節。事實上，起碼喺現存嘅歷史文獻當中，並無達摩創武傳武嘅記載。佢從天竺帶嚟嘅並唔係武功，而係禪宗。其實禪宗呢件事咧本身係並不禪嘅，總結落嚟就係4句詞，剛好一段佛偈：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簡單嚟講咧，即係勸誡大家唔好淨係識埋頭念經，更加唔好執着於繁複嘅儀式，用個心去感受。當你覺悟咗，你就成佛噶啦。禪宗嘅核心思想其實就係回歸佛教嘅原教旨，反對讀死書，反對搞儀式，拋棄各種外界嘅因素，專注自己嘅內心，去認清宇宙嘅本質。達摩嘅呢套佛學理論推翻咗當時中國佛教繁複且無效嘅信仰行為，同時亦都違背咗統治階級嘅意圖。個個都咁佛系，點搞生產啊？大家都咁禪，點揾着數呢？所以到咗今時今日，我哋嘅寺廟依然係讀經誦佛、上香祈福。但事實上，嗰啲每日虔誠念經嘅所謂信徒，又有幾多真係讀懂咗《金剛經》呢？嗰啲着住高叉透視裝、攬住個 LV 抄心經嘅佛門，你哋真係知道乜嘢係色，乜嘢係空？
了解咗歷史上嘅達摩祖師，大家係咪有啲失望呢？一個傳說中嘅武林神話，竟然只係一個教人打坐嘅和尚。少林寺武林泰斗嘅傳說，難道真係子虛烏有？咁又未必。首先，一流傳落嚟嘅關於達摩嘅記載，都係來自藏書寺廟嘅佛學典籍。自兩晉南北朝至今已經成1500幾年，書籍本身就難以保存，加上歷朝歷代嘅動盪，少林寺亦都經歷咗多次嘅破壞。遠古嘅暫且不提啊，就講近代嘅清末民初，八國聯軍，軍閥混戰，寺內嘅藏經閣早就面目全非。如今流傳落嚟嘅《續高僧傳》《景德傳燈錄》等佛教人物傳記都係殘本，史料本身就唔完整。其次，站喺佛教自身嘅價值體系，武學同佛學本身就對立，所以少林寺即使真係有絕世嘅武藝，都唔會大肆宣傳，更加唔會喺佛教文獻當中記錄在案。而喺宗教，無論喺任何國家、任何朝代，都係統治階級最敏感嘅話題。冷兵器時代，呢班和尚又洗腦又打得，你玩晒啦，邊個仲聽皇帝之笛啊？所以喺官方嘅史書就更加無跡可尋啦。再退一萬步啊，經歷咗嗰10年破四舊嘅洗禮，我哋嘅傳統文化都所剩無幾啦。更何況被定義為封建迷信嘅佛教，就更加式微啦。綜上所述，關於達摩創武傳武嘅史料記述，被戰爭、政策、立場與各種運動層層切斷，形成咗一個結構性嘅歷史黑洞，係一片不可驗證嘅空白。然而，正史失語沉默，江湖高聲唱響。接落嚟同大家講一個最接近歷史真相嘅少林武僧嘅故事。據《續高僧傳》記述，隋末唐初軍閥混戰，黃世聰喺洛陽稱帝以抗衡李唐王朝。佢霸佔咗少林嘅田產作為軍事基地，仲委派自己嘅侄黃仁則帶兵駐守。公元621年，李世民率兵包圍洛陽，黃仁則駐守嘅軍事基地十分險要，唐軍久攻不下。而少林寺早就對呢班搶奪佢哋田地嘅軍閥極為厭惡，於是決定暗中協助唐王，派咗一眾武僧生擒黃仁則，李世民大獲全勝。呢個就係少林武僧助唐滅鄭嘅故事，亦都係歷史上第一次明文記載少林僧人以武力參與軍事行動嘅事蹟。少林寺因此獲得朝廷賜田40餘頃，同時確立徵兵制度嘅合法性，係正史上第一次記述咗少林武功，亦都係少林寺第一次因為軍功獲得朝廷封賞。呢段歷史故事後來就演化成少林軍僧救唐王嘅民間傳奇，再後來就被改編成大家都熟知嘅功夫電影《少林寺》。李連杰憑呢部作品名聲大噪，關於少林寺呢部電影會喺後面嘅武俠電影專題中作更加詳細嘅介紹，喺度就暫且不作詳述啦。我哋傾翻呢個歷史故事背後嘅民間傳奇。話說李世民登基之後，為咗褒獎少林寺匡扶天下事蹟，鑄造咗以18武僧為原型嘅銅像，呢個就係少林寺18銅人嘅傳說啦。後來為咗加強文化敘事，18銅人從雕像演化為少林寺嘅最強護法，亦都係檢驗少林弟子武功水平嘅終極考官。你要下山啊？咁打咗18銅人先啦。亦都係始於少林軍僧救唐王嘅故事。少林軍法名揚天下，冇錯。少林武功最早得以傳播嘅，並唔係咩金剛腿、鐵頭功，鐵頭功啊，鋼腿啊，更加唔係咩耍刀弄劍，而係少林軍法。唔同於其他以殺人為目的嘅冷兵器，軍係戒律，目的係警惡懲奸，並非大開殺戒。完美適配佛教導人向善嘅文化敘事。嗱，呢啲咪叫政治正確咯。歸佛門嘅呢支棍呢，最聲名顯赫嘅其實唔係喺少林寺，而係喺清涼寺。
呢支就係大名鼎鼎嘅五郎八卦棍，源自楊五郎嘅楊家槍法。話說當年宋遼大戰，楊家將被奸臣潘仁美出賣，幾乎全軍覆沒。楊五郎楊賢德喺三關口突圍，落難於五台山。受到佛門感化之後，呢把沙場殺敵嘅長槍，最終演化成抑惡揚善嘅木棍，真係名副其實。善良之槍嚟噶啦嘛！越傾越遠啦，我哋傾翻少林先啦。頭先我哋講到嘅都係少林寺和尚習武嘅故事，咁係咪即係講緊必須要剃度出家、削髮為僧，先有習得少林功夫嘅資格呢？本來就係嘅，直到清朝嘅雍正年間出現咗呢位高僧，弟子願意創設第36房。佢開創咗少林嘅第36房，打破咗少林武功秘不外傳嘅門派之見。如果冇佢，就冇後來嘅洪熙官、方世玉、黃飛鴻等一批大家耳熟能詳嘅嶺南大俠。後來反清復明嘅天地會有一大批武林高手都係出自佢嘅門下。弟子洪熙官有志習武，請你收我為徒啦！你收我做徒弟啦，大師。我叫鐘米六啊。佢唔單止喺清朝為反抗組織提供咗武裝力量，甚至影響到當今嘅現代社會。時下華人圈最古老嘅黑社會組織洪門，追本溯源都係始於呢位少林高僧。創設洪門，一直流傳至今。佢到底係邊個？敬請期待下一集《戲說少林終結篇》，成佛也入魔。等一陣未完嘅。其實講少林功夫呢個主題呢係好尷尬嘅，因為喺正史上對少林功夫嘅記載係少之又少嘅。原因頭先有提過啦，而民間故事同武俠小說雖然素材眾多，但係怪力亂神似是而非，整理起身相當困難。小弟亦都只能盡量結合史實同埋傳奇故事去講少林寺嘅故仔。寫嗰個過程實在太痛苦啦，份稿寫到一半嘅時候真係好想放棄。不過既然開咗武俠呢個主題，肯定要唔開少林寺呢個武林泰鬥，唯有頂硬上啦。花大量嘅時間精力去搜集資料同埋整理素材，份稿就越寫越長。本來預住一期講晒嘅內容，依家只可以1分為2啦。而武俠史呢個話題，關注嘅朋友本來就唔多，有武俠小說都冇人睇啦，武俠片都冇票房，連電視台都唔拍武俠劇啦。喺自媒體做呢個內容，真係自掘墳墓。不過大家知啦，我頻道向來都係為咗致敬情懷，感動自己嘅。畢竟武俠世界對我哋呢一代嘅影響實在太深。雖然時至今日呢個題材已經逐漸式微，加上傳統武術喺網上嘅口碑，真係一言難盡。不過無論點都好，武俠嘅內核包含咗中華文化嘅思想同埋價值觀。無論嗰啲假大師點樣敗壞傳統武術嘅名聲，亦都不管喺當今社會合拍嘅故事已經不再流行，但係鋤強扶弱、不畏強權嘅武俠精神，永遠都唔會過時，依舊值得發揚。好啦，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嗱，少林寺呢兩期節目咧係同時製作嘅，下一集好快會同大家見面嘅啦，絕對唔會再拖。記得 share、like、subscribe， 仲要撳響埋隔離個鐘仔，到時出片就唔會遺漏啦。係啦，小弟最近亦都打算開翻期直播，同大家傾下閒偈，天南地北傾乜都得。如果大家有啲咩 topic 想傾嘅，或者希望小弟幾時開直播嘅，都可以留言俾我，我整理下各位嘅建議，做好功課。多謝大家支持，下期再見啦，拜拜。